主后2024年8月22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互咱惊甲毋知要安怎讲的上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历代志下卷第8章17节到第9章21节。迄时，所罗门去以东地区的海港，以顺加北甲以诺。希兰派伊的官员将船甲经验丰富的船员送互所罗门，因甲所罗门的船员去俄斐，对遐运送金15000公斤到所罗门王遐。示巴的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，就来耶路撒冷，要用难题考验所罗门。伊带真侪军队来，阁有骆驼载香料，真侪黄金甲宝石。伊见所罗门的时，就将心内所有的难题甲伊问。所罗门照伊所问的一一甲伊回答，无一项困难甲所罗门袂晓应。示巴女王见识到所罗门的智慧，看到伊起的宫殿，桌顶的食物，摆列祭地的人神，军地服侍的罗卜甲因的衣服，天酒的罗卜甲因穿的衫，搁看到伊伫上主的圣殿所献的烧化祭，就规个人拢硬去。示巴女王就对王讲：“我伫阮本国所听到你的事迹，甲你的智慧，拢是真的。本来我毋信因的话，到我亲目看到才相信。人甲我讲的，还无事实的一半。你的智慧甲你的富足，超过我所听到的。你的部属真有福气，你的人神真有福气，因不时伫你的面前听你智慧的话。上主，你的上帝应该受称赞，伊意爱你，互你伫上主你的上帝面前坐位做王。因为你的上帝疼以色列，爱伊永远建立，所以选立你做因的王，互你通秉公行义。示巴女王将大约4000公斤的金、真侪香料甲宝石送互王，前到呾毋捌有人亲像示巴女王送遐侪香料互所罗门王。希兰的船员甲所罗门的船员对俄斐运金来，搁带淡香茶甲宝石来。王用这个淡香茶为上主的殿甲王宫做银仔，嘛为唱歌的人做琴甲瑟。伫犹大地，前到呾毋捌有人看见安尼。所罗门王送互示巴女王的花礼，超过女王带来的礼物，搁照伊所意爱、所要求的，拢送互伊。女王甲伊的人神就倒去因本国。所罗门逐年收到的金共23000公斤，以外，还有对生理人甲贸易商收税金。国内的省长甲阿拉伯遮的王拢进贡金银互所罗门。所罗门王拍大盾牌200面，每一面用金7公斤；搁拍小盾牌300面，每一面用金3公斤。王将这个盾牌下伫黎巴嫩林宫。王搁用象牙做一个大宝座，用纯金搭底。宝座前有6盏镜仔，
阁有金的卡点甲宝座3连，双边有手环的边仔各有一座狮徛地，阁有12座狮徛伫6站垭仔逐站的双边边，别个王国拢毋捌安尼做。所罗门王所有啉的器具拢是金的，黎巴嫩林宫一切的器具嘛是纯金的。伫所罗门的时代，银无互人看做真有价值。王的军队甲希兰的军员做伙去塔斯，这个塔斯的军队运金、银、象牙、厚、孔雀，每3年倒来一遍，互人惊甲毋知安怎讲的上帝。示巴女王远道而来，原想要用难题考验所罗门王，所罗门却回答所有的问题，也无啥物会当考倒伊。示巴女王的提问检测的是有关国家治理、领导统一，甚至生命的难题。所罗门会当一一回答，是因为上帝赐予伊智慧。历代志下卷第1章12节，上帝应允所罗门：我要赐予你聪明智慧，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君王，以后也无一个王甲你会比得。上帝的作为伫所罗门身上彰显，互示巴女王惊讶甲话讲袂出来。只会当讲，所罗门的智慧，互示巴女王也认捌上帝。袂禁止讲，上主你的上帝应该受称赞，伊意爱你，互你伫上主你的上帝面前坐位做王，因为你的上帝疼以色列，爱伊永远建立，所以选立你做因的王，互你通秉公行义。惊讶是人伫信仰过程中常常有的感受。圣经中侪侪遍使用惊吓、惊讶、稀奇，也是惊奇这个词来形容人拄到上帝时的感受。上帝就踮伫咱的身边，互咱处处发现惊奇。所以的惊奇是因为出其不意，超出人的想象。惊奇表示出伫人的意料之外。创造者上帝本来就毋是受造的人所会当掌握，拄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讲的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准备的是目睭毋捌看到，耳孔毋捌听到，嘛毋捌有人想到的。因为安尼，咱伫信仰中应该会常常感觉惊奇，才对。人的惊奇是因为稳重的上帝彰显伊家己，惊奇是因为上帝互人雄雄明白，惊奇是因为上帝话语带着权柄，惊奇是因为上帝用大权能行神业，惊奇就亲像心里有一个接收器，互咱原本袂清的事变成做聚焦的具象。惊奇是因为上帝的丰盛大过咱的想象，毋仅赏赐丰盛的物质，伊阁有丰盛的恩典、慈爱、怜悯。上帝甲这一切的丰盛，拢藏点伫伊的疼囝耶稣基督内面。哥罗西书第1章19节讲，因为上帝照家己的旨意，将家己完整的特性充满伫伊内面。毋仅安尼，上帝也使用惊奇，互咱察觉伊来拜访。当咱惊奇的时，
我相信上帝就伫咱的身边，细日地吸引咱。我非常介意新圣诗21首，我主上帝这首诗。拄开始的时是学华语歌词，唱讲我能歌唱，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上帝创造宇宙，互人夜目就通看见一切奇妙大工。上帝搁找伊的囝降世，伫十字架顶放下性命，在互作者心悦诚服，惊奇连连。后来吟唱这首诗歌的证人，也无不赞叹上帝，互人惊奇连连。默想最近一礼拜来，互我感觉惊奇的是甚物？上帝就伫遐是无？最近一礼拜来，互我感觉惊奇的是甚物？上帝就伫遐是无？咱来祈祷，时刻袂离弃人的上帝，我意爱你的拜访，有时是轻声温柔，有时是惊喜欢呼。恳求圣神开我的双耳，互我听见你的轻声细语；开我的双眼，互我看见你的奇妙作为。帮助我伫惊叹中，甲性命奉献伫你面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，阿们。